喽，欢迎来到勾勾东好吧，我是一姐，我是敏华。一姐，我又发现了一个超有效的减肥方式了，那就是健走。没错，健走啊，其实是现在非常热门的瘦身方式，可以燃烧多余的脂肪哦。只是你知道健走的正确方式吗？我知道，要注意的就是呢，上半身双手握拳，而且呢，素掌弯曲呈现90度。没错，素掌啊就是手肘的意思。不过最重要的是下半身的姿势也要配合，一定要注意是先由脚跟落地，然后把身体的重量慢慢往脚尖带。这样子才不会受伤。不过提到了走路，就叫做行路，行路就是走路了。那姿势正确很重要哦，因为这样才能够瘦得健康。说到瘦，瘦就是抽，没有错，抽就是瘦的意思。所以今天最后呢，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走路也可以瘦身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行路没way边卡抽，行路没way边卡抽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告诉大家如何健走瘦身哦。敏华，等我一下啦！敏华，等我一下，我跑不动了啦！你很逊呢，才10圈而已你就跑不动了。我真的跑不动，想回家休息了。那你这样怎么变卡丘？啊，有什么方法可以简单变卡丘吗？不然的话，我们用行路当运动好了啦。啊，行路也能当运动？对啊，我告诉你哦，行路啊，如果姿势正确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变卡丘哦。哎，教我教我。我告诉你，其实很简单啊，健走啊，你要注意素掌要弯曲成90度，弯曲90度。对，然后上下摆动，就像这样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好像很简单哎。对呀，来跟我一起，哎，敏华啊，是不是真的健走可以燃烧脂肪？真的，天天健走很健康哦。所以今天赶紧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些和健康有关的客家话。首先帮大家复习的就是走路，走路就是行路，行路就是走路。另外呢，素掌的位置也很重要哦。素掌啊就是手肘的意思，没有错哦。如果姿势正确的话，可以让你呢瘦得更健康。瘦就是抽，抽就是瘦了，没错。今天最后要帮大家复习的就是走路也可以瘦身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行路没way边卡抽，行路没way边卡抽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就告诉您如何健走瘦身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